大家好，歡迎收睇今集奶茶西多士，我係林木。大家係咪好多時都發現身邊或者自己嘅小朋友聰明有創意，但又唔知點解成日都係唔專心，做每件事都係好似慢吞吞，冇乜動力咁，尤其喺讀書嘅時候。所以林木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本書。書名叫做《聰明又過動》（Smart but Scared）。作者係由兩位美國學習與專注力專家 Dr. Pik Dawson 同埋 Richard Gurry 聯合寫成，一本專為解構一啲聰明但又太活躍嘅小朋友而寫嘅書，喺美國多年嚟大受歡迎。如果你都係家長、老師或者對小朋友學習方法有興趣嘅朋友，呢本書就啱晒你。呢本書嘅核心主題係圍繞住小朋友嘅執行能力，對於過分活躍症喺日常嘅挑戰同埋父母教導嘅方法而組成嘅。首先就係小朋友嘅執行能力問題。作者指出，其實好多小朋友唔係缺乏智慧，反而係缺乏執行能力。執行能力係指專注力、組織能力、情緒控制、時間管理、計劃同自我檢討能力等等。但係其他地方表現完全冇問題。點解會出現呢個情況？作者研究指出，主要係因為執行能力不足所引致嘅，導致喺學習上同埋生活上出現咗拖延、分心，唔能夠完成要做嘅事情等等嘅情況。但其實只要家長同老師明白呢個原因，就可以對小朋友作出相應嘅反應同支持。第二個核心就係過分活躍症對大家嘅挑戰。喺呢本書裏面，作者用咗頗多嘅篇幅去描述專注力不足同過分活躍症嘅家長同小朋友喺日常生活遇到嘅挑戰，例如小朋友喺做功課嘅時候冇辦法長時間專注，執房或者整理自己嘅日用品嘅時候，永遠都係做到天一半地一半。如果有時情緒波動嘅時候，心情係好難平復。呢啲行為唔係因為懶惰或者唔聽話，主要原因係大腦執行能力嘅發展未完全成熟所引致嘅。所以作者提醒家長要以包容、體諒同耐性去面對，千祈唔好過分怪責小朋友，要用有策略性嘅方法去幫助小朋友。第三個核心主題就係用乜嘢方法去教導或者幫助小朋友。作者建議喺小朋友未擁有發展成熟執行能力嘅時候，家長可以扮演一個專門協助小朋友嘅角色，對小朋友提供方法、提示同埋鼓勵，就好似依家 AI 咁，透過互聯網互相溝通，一步一步教導小朋友點樣去做規劃、執行同完成要完成嘅任務。咁樣做唔單止可以訓練小朋友執行能力嘅技巧，仲可以建立更好嘅關係，去幫助小朋友建立自己嘅獨立性。作者喺書裏面亦提供咗6個逐步訓練嘅方法，去幫助有需要嘅小朋友。第一步，要先揾出小朋友嘅優點同缺點，或者叫做強項或者弱項。意思係要觀察小朋友喺邊啲地方比較叻，表現比較好，例如喺創作力、語言表達能力或者好奇心方面。但係同時間亦都要揾出小朋友嘅弱點，譬如專注力不足、衝動或者欠缺組織能力。作者提醒大家，咁樣做唔係為咗標籤小朋友，而係希望可以更加準確咁揾到幫助小朋友嘅切入點。只要掌握到小朋友嘅強項同埋弱項，
就可以設計出一套適合小朋友特質嘅策略。第二步就係家長要訂立明確又可以達成嘅目標。點樣同小朋友溝通？需要有具體同清晰嘅目標，咁樣先至可以事半功倍。例如要求小朋友做功課，可以具體啲咁講，嘗試喺今日幾點之前完成，或者叫小朋友執返啲玩具，可以講成更清晰嘅，將你玩完嗰架遊戲機放入書枱裏面。咁樣做，除咗可以訓練小朋友執行能力之外，仲可以加強佢哋嘅自信心。第三步就係要將完成嘅任務拆開幾部分去做。由於小朋友執行能力嘅發展係未完全成熟，所以作者建議家長們將小朋友要完成嘅任務可以拆開幾部分分開執行。例如，如果要小朋友作一篇文，可以分拆成為首先寫低3個主要嘅諗法，當小朋友完成咗呢部分之後，再要求開始寫頭一段嘅故事，一步一步咁去完成。由於每項任務需要用嘅能力同時間都比較少，咁樣做除咗可以減輕小朋友嘅壓力，仲可以俾到小朋友成功感，培養更好嘅耐性同自我管理嘅能力。第四步，利用結構性環境去幫助小朋友，意思係利用外在嘅環境，例如喺書枱上面嘅面簿紙或者流程表，提示小朋友完成某啲佢哋比較弱嘅事項，就好似喺書枱上面貼一張紙，內容寫咗做完作業之後先執書包，之後先再去打機。呢個方法可以減少小朋友分心嘅情況，同埋令到小朋友更加容易完成要完成嘅任務。第5部分就係對小朋友作出鼓勵同埋讚美。作者強調喺呢個訓練課程當中，讚美同埋鼓勵嘅說話係好重要。家長應該着眼喺小朋友付出咗嘅努力，而唔係只係結果。就算小朋友只係完成咗一部分嘅功課，家長都可以講一句非常好，開始有進步。咁樣做可以引起小朋友嘅動力，等佢哋願意繼續去嘗試，久而久之養成咗積極正面嘅思維。最後第6步就係要慢慢放手，由最初家長一齊陪伴小朋友一齊做，去到家長只係會提醒小朋友點樣做，到最後俾小朋友自己去完成要做嘅任務，循序漸進。呢個過程可以令到小朋友有責任心同埋自我認同，對於小朋友將來應付更複雜嘅挑戰嘅能力有好大嘅幫助。呢6個訓練係作者多年嚟研究嘅心得，只要用得其所，相信大家都可以收到唔錯嘅效果。總括嚟講，《聰明又過動》呢本書唔係純粹一本教導小朋友行為嘅書，大家亦都可以當做一本指南，可以提供清晰嘅步驟同方法嘅書。當有需要嘅時候，攞返出嚟做參考或者應用，絕對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好啦，今集就講咗咁多先。希望今集嘅內容可以幫到你或者你嘅小朋友去克服行為上嘅挑戰。如果喜歡呢一集嘅朋友，希望你可以 subscribe、share 同埋 like。下次再見。